这流感疫情已经来，千万唔通挂无事牌。公费流感疫苗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注入，对象是50岁到64岁民众。疾管署表示，讲有合资格民众，除了会当去全台湾4000多间合作的病院诊所住以外呢，今年要和这专联卖场合作，全台湾会有80间专联的店头会当注流感疫苗，注刷阁有礼物挺好摕。做一针就会当预防感染流感病毒。专联南港旗舰店初一早起提供300支高端流感疫苗，有未少民众透早就到超市买物件，顺便注疫苗，也可以当得到一罐鸡三金酒加一罐控抓水。我是到现场才看到它是高端啊，所以没关系啊，因为既然都是政府可以让民众可以打这个高端这个疫苗的话，那我想都是安全的。因为有提供打疫苗，就应该来打，防护力会比较强一点。疾管署表示，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拢总备698万剂，第二阶段为11月初1起开始注，对象是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。那为着增加民众便利性，除了全台4000个注射合约院所，今年佮甲专联护理中心合作，伫全台80间门市设置疫苗注射站。疾管署长庄金雄也到现场比起抢位带头注疫苗。50岁到64岁，虽然这个它并发症的这个个案比率会比65岁以上低，但是会比一般年轻人还是高。庄金雄强调，今年是新冠疫情解封了后的第一年，真可能因为免疫负债反苦，流感为秋冬流行，变作是规年流行。那注疫苗是预防流感上有效的方法。注了后，保护了会当达到80%，呼吁符合公费资格民众赶紧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